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罗马书第15天的共读。今天早上我们要请丁俊伟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大家我们一起来同心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同庆祝高歌，在主你的诞生，也感谢主您让我们能够有主你留下的话语，来让我们可以领受主你白白的恩典，在我们的生活上。主啊，我们即将开始我们今日的圣经共读，求主的灵能够带领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以下的时间里面，让我们能够有圣灵的眼镜，让我们能够领受主你的话语。我们这样子祈祷，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谢谢。那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的第二个主题。那今天要看完的是神在称义上面的公义从3章21节到5章21节。那昨天我们提到的5章上半段，神在称义上的公义的这个部分就是神的永恒性。那特别是罗马书的第5章，因信称义是使我们与神和好，进入恩典，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着神的荣耀。那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能够不至于羞愧，是因为坚信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那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已经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来显明。因为耶稣的死，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更能够因着耶稣的生，我们能够得救重生，并且以神为乐。那相信这是在因信称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也让我们看到有因信称义和没有因信称义好的结果差很大。那今天要继续往后看的后半段，第5章的后半段，就是公义的基础是在于基督为首，让基督当首位。那今天这一段呢，也不是很容易读，因为保罗又前面讲了亚伯拉罕，现在又搬了亚当跟基督的比较。那亚当呢跟基督是人类头的2个代表，一个就是亚当是第一个有名字的人，那基督呢是神的儿子。好，那先12到14节讲到了亚当，15节到17节讲到亚当为首跟基督为首的差别，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从亚当所传承下来的后裔，还是从基督所传承下来的后裔。亚当为首，以基督为首，也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在18节到21节。但是看起来相似，因为它的运作逻辑是一样，但是结果却大不相同。所以今天这一段的5章12节到21节，在解释耶稣如何带领我们进入刚才1到11节所说的境界，就是因信称义，与神和好，进入恩典，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特别在12到18节这个部分呢，保罗他把罪呢一样继续用单数来表达，
好，那也等于是把罪，整个罪呢看成是一件事情，好，那甚至是一个对象，就是把罪恶给拟人化。好，那好，我们接着请俊伟带我们来读第5章的12节到第14节。第12节，罪从一个人进入世界，因着罪死接踵而来，于是死亡临到了全人类，因为人人都犯罪。在法律颁布以前，世界就有了罪，但是没有法律，人就不在法律的标准下被惩罚。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亡支配了人类，甚至那些不像亚当犯了不服从上帝的罪了之后，罪的人也不免一死。亚当是预表以后要来的那一位。好，谢谢。好，那在因信称义之后，好，那人要如何继续在恩典当中，而不会离开恩典？好，那这也是保罗要带我们来思考的问题啊。那保罗用亚当跟基督的比较呢，好，让人来看到，好，全世界的人类就有2个代表。那但是这2个代表呢，也跟我们所要提到的原罪啊。那这个罪呢，是在第1章的部分呢就有提到，那就是人呢，好原来就有罪，好，那但是呢又犯罪又得罪，不论是不荣耀神或是去拜偶像，好，那但是这个原罪呢，为什么原来就有罪？那在学说上呢有3种代表，一个是原罪遗传说，就是从母腹当中就有罪，从亚当夏娃的后裔开始就有的罪。那另外是原罪代表说，就是这些原罪是用代表性的原罪，还有用原罪影响说，这原罪会潜移默化会影响人。好，那人到底人是怎么样因着亚当成为罪人呢？好，那在这个神学讨论上呢，好，有现实论、隐喻论、一体论、社团论、联邦论、兄弟关系论、归罪论，好，那有不同的看法。好，但是在保罗的当中呢，其实这个原罪是每一个人。而且呢，是在上帝所让成为人的后裔，如果不接受耶稣基督，就会进入在这罪当中。那耶稣有没有罪？耶稣有没有原罪呢？那这就是很多在探讨的部分了。第12节讲到罪从一个人进入世界，因着罪死接踵而来，于是死亡临到了全人类，因为人人都犯罪。那这也是回应前面第3章第22节第3章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23节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罪怎么从一个人进入世界？那就是从亚当。那所以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果实那一天，不是只有那一天，在之前神就告诉亚当说，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不是只有肉体的死亡，而且是指开始死亡。本来亚当后来也活到900多岁，但是亚当或许可以活到1000岁，甚至更久。那跟神一样，是永远常在。但是因为不听神的话，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然后想要眼睛明亮，知道善恶等等的，所以呢的罪就是没有活出神的形象。第二个又被神所宣布必须要死，而且呢又从亚当开始，所以死就散布到所有的人，接踵而来到了全人类。好，那在这里讲着，因为人人都犯了罪，就是按着这个条件，就是按着亚当的这样的情况，每一个人都没有活出神的形象。那犯了罪呢，是一种简单过去式，那就是意思是指说过去的某一次某个时间犯了某一件的罪。所以这里的罪呢，是指先前过去的。好，那13节，在法律颁布以前，世界就有了罪，但没有法律，人就不在法律的标准下被惩罚。没有律法以前呢，罪已经存在世界上，就是律法是从摩西开始。所以在摩西以前呢，亚当那离摩西更早，好几千年前，罪就已经存在。但没有律法呢，罪就不会被叫做罪。所以谁先把罪指出来的呢？是律法。因为我们有提到律法是60分，律法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不及格，律法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及格，但是它就是在那条线的两边而已。
但因为律法叫人知罪，所以在律法颁布以前，世界有罪，没有律法，人就不被在法律的标准之下被惩罚，罪也不算为罪哦。好，那个算呢，跟前面的算呢是一样，就是写在账册上，所以那个罪就不会被记下来。所以亚伯拉罕在没有律法以前有没有罪？有罪，那他的罪去哪里了？没有被算下来，因为那时候没有律法的标准。但是我们今天都是带着律法的眼光眼镜，在看亚伯拉罕的时候，就会说亚伯拉罕这个说谎不对，娶了自己的妹妹不对，然后做什么事情不对。那都是用着律法的眼光在看，但是上帝是用信心的眼光在看，所以罪不算为罪，人就不在律法的标准下来接受惩罚。那所以在律法颁布以前，那所以不知者无罪，也可以这样子形容，再这样解释。但是呢，亚当违背神的命令，到摩西那时候，摩西还没有律法颁布，人没有领受类似亚当这么清楚，在伊甸园这个不可以吃、不可以摸、不可以怎么样的时候，那时候人不算直接触犯神的命令，但行为呢已经是违背神的标准，但是没有法律来告知，所以我们的立法院也不断在定法修法，让一些闯红灯、不礼让行人，这些这个在公共场所抽烟等等，以前没有颁布这些律法的时候呢，这些都不算是要罚，但是呢，这些随着法令不断的增加，明定的时候，那这些罪就越来越多，罚则越来越多，所以越守法的国家罚则也会越来越多，但是这些都只是告诉我们什么是60分了。那14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亡支配了人类，甚至那些不像亚当犯了不服从上帝的罪的人也不免一死，因为亚当是预表以后要来的那一位。亚当到摩西，因为律法是从摩西颁布，而颁布之后呢，死就做了王。为什么？因为亚当就已经活在死的权势下面，亚当已经就活在罪恶当中，就是活在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没有活出神的形象。但是那些不跟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人，就是他也不是吃什么分别善恶树，他也不是像亚当夏娃这样子的，但是也因着直接违背上帝的命令，特别是在律法以下，也在死亡的权势下，所以死这件事情他就成了王，他就死就成了王的意思，就是死亡统管的人，在治理着人，而人呢仍然处于一种没有生命、离开永生，就是生命只是短暂的、暂时的状态。那在神的眼中都是犯了罪的缘故。所以亚当呢，14节讲到说，亚当是预表以后要来的那一位啊，所以亚当是要来知人的预象。预象这个预象的意思呢，就是指榜样，或是像什么什么，或是预表的意思啊。所以亚当预表了基督，意思就是说亚当他曾经是居首位，是那个头，是那个神的儿子，是神所造的，神所爱的，神所拣选，并且把这个神的形象交托的。好，那他是预表，但是亚当呢，却失败，却在罪的当中。亚当、耶稣都是以色列民族的头，但是呢，他们所做的影响和后果呢，都影响了全族类。那甚至耶稣基督是像更超越亚伯拉罕了。而在这一段当中，12到14节，亚当是基督的预表，是预表将来要来的那一位。亚当让世人都犯了罪，在死的底下。现在呢，基督来了，是要让世人从罪当中都能够得解脱，能够得救赎，而在上帝的永生底下。好，接着再请俊伟带我们来读15节到17节。第15节，然而两者并不相同，因为上帝白白的恩赐和亚当的罪大有差别。固然有许多人因亚当一人的罪而死，但是上帝的恩典更为浩大，他借着耶稣基督一人白白赐给许多人的恩典也更加丰盛。上帝的恩赐和一个人的过犯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人犯罪被判有罪，但是许多人犯罪却得到那不配得的恩赐，而被判无罪。固然死亡是一个人犯罪开始支配世人，但是
耶稣基督一个人所成就的更为浩大。所有领受上帝丰富恩典和白白的以跟他有合宜关系的人，都要借着基督而生而掌权。好，谢谢。好，那15到17节呢？好，那这一段也是很不容易消化。好，但是我们慢慢来读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其实保罗要让我们知道罪跟死的关联，甚至呢，这个死呢就成了王，好，就是魔王，好，所以罪、死、魔，好，这3件事情呢，好，牢牢的控制着人，人很难从最中逃出，从死当中逃出，从这个魔好像王一样统管当中逃出，但是呢，基督来却能够胜过罪，胜过死，胜过魔，刚才讲到亚当是基督的预表，但是亚当跟基督跟亚当并不相同啊。好，就是15和合本说过犯不如恩赐，好，这个和本翻的就比较拗口。好，那现代中文译本就翻得很清楚，就是两者不相同，因为上帝白白的恩赐和亚当的罪是大有差别。固然有许多人因着亚当一人的罪死，就许许多多从亚当之后的后裔，但上帝的恩典呢更大，所以那个过犯虽然很大，罪很大，但是恩典更大，所以是做一个比较。而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一个人呢，因为亚当也是一个人，那基督呢也是一个人，那亚当有夏娃，但是亚当是代表所有全人类啊。那基督一个人也白白赐给许多人的恩典也更加丰盛了。所以上帝的恩赐是耶稣，但是人的过犯是亚当，两者是不同，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这个原文当中用在这里是一个强烈的反语词，就是恩赐呢并不是过犯所能够比的，比不过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恩赐比更大，所以上帝的恩典更为浩大。虽然过犯的权势很大，因为一个人过犯，其他人、许多人、所有的人都要死。但是上帝的恩典呢更大，因为耶稣的恩典所得的恩赐，这个恩赐就是白白的、免费的，是礼物的，是赠送的，不是用工价，不是用去做工所得来的，比过犯的权势还要大。而且要充充满满的临到许许多多的人啊，所以恩赐是礼物，它跟审判在希腊文当中的发音相似啊，所以上帝不是用审判来看人的过犯，上帝是用恩赐来看人的过犯，所以在这边我们不是读希腊文，所以我们看不出来这样子的差异，但是可以让我们牢牢的记住，就是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恩赐，虽然都是从神来发出，都是面对人的过犯，但是呢，我们却有机会因着恩赐，在审判当中能够得恩啊。16节，上帝的恩赐和一个人过犯是截然不同的。好，那因为一人犯罪而来的后果不如赏赐，这个不如在和本都写成不如，那但是它意思就是不一样，不是相似的。一个人犯罪被判有罪，但许多人犯罪却得到那不配得的恩赐而被判无罪啊。所以恩赐呢比过犯强，因为审判是一个犯罪，是因一个过犯就定罪，这律法只要犯了一条，就是犯了全律法，你守了再多，在这个上帝的标准律法以下还是罪人。所以即便我们没有犯其他罪，但是我们在这边犯罪，我们都是罪人。恩赐是从有许许多多过犯的情况下，但是呢却还能够被称为义啊。所以这个被判为有罪，这个审判呢，原文是指判决以及判决的执行，就是有罪等于是死亡，就是死亡。而被定罪呢，就是一种判决和惩处啊。所以因为我们都有过犯，所以被定罪就被惩处，成为死亡。好，那但是我们也有因为许多不配得的恩赐呢，我们居然能够被判为无罪啊！所以恩赐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啊！
被称为义，那称义呢就是无罪，所以现在中文译本是抓住这个意思，让我们不是在字面上面，所以简单说就是跟着亚当有罪，跟着耶稣无罪，跟着亚当是审判的过犯，跟着基督是审判中的恩赐，是礼物。17节固然死亡因一个人犯罪开始支配世人，但是耶稣基督一个人所成就的更为浩大，所以重复第2次，再重复第3次，就是做这样子的比较。所有领受上帝丰富恩典和白白得以跟神有合一关系的人，就是被神称为义的人，都要借着基督而生而掌权，就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了。所以恩赐比过犯强的结果，就是一个人过犯死做人的王，但是领受恩赐的众人的领受恩典称义的众人，将要透过耶稣基督一同在生命当中来做王。所以这是上帝的旨意，也是保罗让我们透过罗马书，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胜过罪，胜过死，胜过这个如同魔王一样的这个罪恶和死亡呢？罪死魔就是透过耶稣基督。那需要做什么？需要做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来死，他满足了上帝的义怒。所以这个作王就是统治，而本来是都在死这个魔王的底下，现在跟基督一起被提升，一起作王。因为在这里的基督一起作王，它是一个复数，不是只有基督一个人是王，是所有跟着基督都要一起作王。那这也是启示录里面所看到的千禧年。而我们能够领受洪恩，用蒙所赐之义，意思就是领受了这样的丰富，而这丰富里面就是恩典和称义。所以保罗把亚当和耶稣做了3方面的对照：亚当带来过犯，带来定罪，带来死亡；耶稣带来恩赐，耶稣带来义，带来生命。这是两组亚当基督做3方面的对照。虽然眼前现在包括今天死亡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来统治，使我们不能够随心所欲活出上帝的荣耀，但是将来有一天，就是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掌权的那一天，透过耶稣，我们可以在永生当中一同作王统治，而不是被死亡给统治。所以这个论述到了8章17节30节会看到完整。所以从5章12节到8章的13节，我们看到罪死魔不断的轮替，在人的罪恶在人的生命当中称霸称王，甚至人就被伏伏在罪死魔当中。但是我们也看到基督也在人的当中开了一扇窗，打开了一道门，让我们能够看见永生的道路。所以亚当带来了过犯，带来了定罪，带来了死亡，而基督带来了恩赐，带来了称义，带来了生命。所以他们都是神的儿子，都是代表，都是预表。但是呢，成为2种系统。今天的亚当在哪里？今天亚当他的灵魂已经死了，而且圣经讲到亚当活到900多岁的时候死了，被埋葬，而且亚当没有再出现。那至于复活的时候，亚当会不会复活？他当然复活，因为亚当是在律法以前。但是亚当他也要复活起来受神的审判，但是他的审判都比我们的审判还要简单的多，因为我们已经很清楚看到亚当他的一生，但是基督呢，他为我们开了一个路，就是让我们得到礼物，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恩典，能够被神称为义，并且得到的是永远的生命，不在死亡底下。好，接着再请君伟带我们来读最后的18节到21节。第18节，这样因一个人犯罪，众人都被定罪；同样，因一个人的义行，众人都得到赦罪而获得生命。正如一个人违背命令，众人成为罪人；同样，一个人顺服，众人成为义人。法律的制定使过犯增多，但是罪越增多，上帝的恩典也更加丰富。正如罪借着死亡来管辖，上帝的恩典也借着公义来统治，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永恒的生命。好，谢谢。如果我们读和合本，我们很容易被这些字
那浓缩，因为一个字后面代表很多的意思，所以我们很难在一句话一节当中去消化完。但是读现代中文译本，让我们比较能够抓住这个经文的脉络和意思。亚当为首和基督为首有相似的地方，因为一个人犯罪，众人都定罪，同样就是相似的地方。一个人义行，众人都得到赦罪，获得生命了。所以这个是得到的生命是原文是所有格，就是结果所得到的生命，不是我们出生那个生命，是那个永生的生命。所以这种称义这种被称为义的结果，就是有一个生命，而且能够拥有的生命，就是永恒的生命，是永生了。所以保罗又回到就是亚当有他的贡献所在，即便是犯罪，即便是罪恶，但是他也显出神的怜悯，显出神的慈爱。而正如19节，一个人违背命令，众人成为罪人，同样，所以就在想到一样的地方，一个人顺服，众人就成为义人了。所以当一个人不顺服，全部人都要跟着一起遭殃连坐法，但是当一个人顺服，全部人都要得到祝福，也是一起进入恩典。所以一人得救，全家得救，是因着一次的义行。所以我们能够成为那个效法基督的，就能够让我们身边甚至我们的家人都能够一起来得救。这个成为在希腊文是一个古老的动词，意思就是安定下来。因为一个人顺服就能够安定下来，就能够产生，就能够构成，就能够一起聚集起来，就能够成为某个团体当中的成员，就是成为上帝家里的人，成为上帝的儿女。20节，法律的制定使过犯增多，但是罪越增多，上帝的恩典也更加丰富啊。好，所以刚才前面提到，这个法律不断的每天一直在加，一直在加，一直在修，一直在增订的时候，哇，我们就要注意的事情很多。可见人呢，真的是需要由罪来管控啊，不是需要由法律来掌管，否则人的心呢充满败坏，就是一直想要钻法律的漏洞，就一直想要往罪恶里面走。但是法律是要维护正义，让这个社会能够公正。虽然法律让过犯看起来好像哇，这个也是过犯，这个也是错的，这个也是不对的，但是呢，也让我们看到，即便法律越多，代表上帝的恩典比法律更多，所以法律可以定得更多，背后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更大。所以这个律法是外加的，结果呢，过犯显多，让过犯看起来到处满满的过犯。好，这个律法是外加的，或是外添的呢？加添的律法。好，其实在原文当中，这个字很特别，很有意思，它叫做溜进来。律法就溜进人的世界当中，人的生命当中，人跟人的群体当中啊。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2章4节只有2次出现这个字，是律法是外加外添，是溜进来，好像蹑手蹑脚，然后让我们哇又多了一条罪，又多了一个过犯。但是呢律法呢却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典更多。那我们读了第7章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保罗真的是被这个律法一副快要被打败的样子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因为他怎么做怎么行，这个律法都在阻挡他。但是这个律法不是我们现代的法律啊，而是讲到神的律法。不过呢，保罗已经先预告了5章20节，那这也是很重要的经节啊，就是加添的律法使过犯增加，只是罪在哪里增加，恩典就在哪里越发丰盛了。那现代中译本是翻成法律的制定使过犯增多，但罪越增多，上帝的恩典也更加丰富。所以这一节很重要，就是让我们知道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不要忧虑，不要为做不到而忧虑，只要相信上帝就能够进入恩典，相信基督。21节，正如罪借着死亡来管辖，上帝的恩典也借着公义来统治，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5章12节其实是要引到5章的18节到19节，但是中间讲到了13、14节，就是亚当的怎么样带领人进入罪，然后呢15到17节讲到基督带领人进入恩赐，
好，就是两个路线，但是现在整合回来，就是这其实好亚当好跟基督都能够带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了，所以一个是亚当好是一个活在情欲底下好迷失的人生，一个是基督是让我们得救人生。亚当带来死，基督带来生；亚当带来罪，基督带来义；亚当带来律法，基督带来恩典；亚当带来定罪，基督带来称义；亚当带来肉体，基督带来属灵；亚当带来成为奴隶这个基督带来成为神的儿子；亚当带来捆绑，基督带来自由。所以亚当和基督的比较呢，一个是让我们活在罪成为王，我们都在死的底下，但是基督却让我们活在圣父、圣子、圣灵是永生的底下。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亚当带头犯罪，后裔都得跟着因罪而死，但是基督带头称义，后裔都可以跟着因信而称义。律法看似在罪恶和死亡当中出来搅局，出来乱的，好，让我们真的是眼花缭乱。但是有信心的盼望，好，要连结昨天的经文，好，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是更加的丰厚。正如同罪借着死掌权，照样恩典也借着义来掌权，使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得到永生。所以我们不要只有看到罪的那一面，我们要看到了恩典的那一面。所以当我们在别人身上看到罪的时候，不要只有看到别人身上的罪，也要看到神在别人身上的恩典，是要白白给人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该死的，都是活在律法以下，都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努力来胜过罪恶，但是我们都因着信白白领受这份的恩典。这份恩典是无条件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的，也求你让我们能够用神的慈爱怜悯来将这个恩典分享给人。特别当我们看到别人身上的罪恶的时候，我们要看见别人眼中的刺的时候，更让我们先看到是自己眼中的梁木。当我们论断人的时候，先让我们想到神你也用同样的标准量器在论断我们但是你不定我们有罪，而我们也不应该妄自去定人为有罪求主帮助，也求主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真理圣灵的光照当中。我们在主的面前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老师，我想在你名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